繼續台南之旅，終於有時間咧可以去探索嗰啲台灣嘅咖啡啦。一直都好想試呢一間 coffee shop 叫 Yawata Coffee， 係台南城大附近嘅日本職人咖啡。地址就係小東路307號啦。佢唔係日日都開嘅喎，所以嚟之前一定要睇下 IG。入到嚟啦，而家係一個閒日嘅10點幾啦，咁有我哋嘅同埋另外一台客。有個平日到套餐係11點開始有嘅，其實都真係好抵食，樣樣都有啲，有 pasta 或者蛋包飯，跟住會包個手沖咖啡，手沖咖啡當然係必試啦，跟住仲有佢哋嘅甜點。其實手沖咖啡都有好多嘅選擇嘅，如果係咖啡控呢，真係好適合。佢喺附近亦都有好詳細嘅説明啦、烘焙啦同埋香味，一定會揀到你所需要嘅。咁我哋法國有個好特別嘅就係呢個法蘭絨手沖，一陣間試下先。呢個就係雪糕日本烤布丁，聞到已經聞到佢嘅香味。呢個係vanilla 嘅 ice cream 啦，有好濃嘅焦糖啦。呢個就係最經典嘅日本嘅甜點啦。呢個係呢間店嘅特色嚟嘅，手沖咖啡咧可以加錢去做一個法蘭絨嘅手沖，唔係度度都見到㗎。而我點咗佢哋嘅 signature 和雅咖啡豆。手沖熱咖啡是你們招牌的話，我們搭配就是我們的招牌那3個，你可以選一個口味。可以選一個口味，是這樣。這是蠻日常的，不是像這幾屆就是同樣價位都可以換，或者是像就是特價。希望中呢個就係亦都係好期待嘅好多士啦，好多士佢有3個口味嘅，就有鹹奶油啦、日本紅豆同埋台灣蜂蜜，咁我哋就揀咗最有日本嘅係茶店懷念嘅風味嘅日本紅豆啦。佢係一個新嘅酵母長時間烤製嘅吐司，所以佢特別咧係外酥內軟嘅，你可以睇到咧佢一切咧都係仍然係有呢一個脆嘅。我哋香港嘅西多士有得揮啊！配呢個咖啡就最啱啦，濃濃嘅法蘭絨手沖咖啡。